我叫做 Daniel。我係 Kevin 啦。男士嘅好多問題咧，都係喺一啲性別角色上邊嘅定型而引致嘅。另外咧，嗰個人際啊喺個工作裏面咧係更加大呢個嘅壓力啊。其實男士嘅角色係咪一定要咁強咧？好多時候你逞強其實幫唔到自己。咁就喺 Facebook 咧就睇見咧呢個嘅賽馬會再闖藍天計劃。但我而家學習咧係接納啊自己負面嘅情緒。香港心理衛生會得到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嘅贊助，推出咗一個為期3年嘅賽馬會再闖藍天計劃，專門為有需要嘅男士提供精神健康支援。呢個計劃有個叫 Men's Space 嘅手機應用程式，入面有針對男士常見壓力源嘅自學課程。接納與承諾治療小組會透過活動同分享，教組員點樣面對壓力同負面想法，學習與情緒同行。計劃仲有個案輔導服務，由社工或臨床心理學家提供1對1嘅輔導。另外，計劃仲有唔同嘅興趣活動，包括運動、維修、生活品味等工作坊，仲有男士主題嘅資訊講座，推廣精神健康資訊。反而好希望大家真係有咁嘅勇氣出嚟求助，因為求助本身都係一個勇氣。好多時男人唔容易開放自己去接受幫助，但係只要踏出呢一步，有辦法嘅，有出路嘅，有人幫助我哋嘅。